关心市民的健康，方便社区居民就近检查。市府卫生局安排了上百场行动病院全民健康检查活动，为即摆开始伫各区展开，真侪民众一透早就去排队领表，透过健康检查，真侪疾病拢会当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。对于民众的健康的维护，许多疾病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。第二个，对于我们台南尤其是台南的这个民众的健康状况的掌握，对于政府来拟定健康政策，包括这个健康促进的种种的作为，还有包括其他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一个方向的掌握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三个，我们形成了这个非常庞大的资料库，大概至少有50多万笔的这个民众的健检资料，在去识别化之后，我们可以提供给学术机关，包括中研院的一个对于疾病形态类型还有人口老化的一个研究，其实都非常具有这个学术上的价值。来这呢会当做到什么物件？咱除了讲全面健康检，这个成人预防保健的这个以外，咱个会当做四癌筛检、口腔检查、大肠癌筛检、乳房筛检、子宫颈抹片检查，以及咱也个会帮你筛检，有没有这个忧郁症、压力的量表，这一些由心理健康专家他们设计的量表来帮我们筛检。在后疫情时代，市长委托也呼吁市民朋友健康的生活习惯，甲定期健康检查，是保护家己、维持健康活力的基本功。就参照是防疫同款，喙安、手部清洁，甲良好社交距离，拢是有必要性的。希望大家养成良好习惯，做伙为健康台南打拼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